主爱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今仔日这个重阳节秋天凉爽的天气。阮伫遮除了对每一个家庭、阮的教会、遮的长辈献上阮的祝福以外，阮也要学习你的话，阮明白伫阮的信仰、主你圣经教示阮安怎伫年老的时，真侪上帝所祝福的人。也阮遮的少年呢，阮知影，逐个人拢要经过年老即个阶段，阮心有备办，知影伫你的听内面，阮要享受每一个年龄，每一个年过，拢是主恩典的出口。感谢主，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读两段经节，这两段经节呢，毋是干那教咱安怎敬老，是教咱讲安怎成做一个优雅上帝所祝福的老人。所以用属灵长辈、信仰典范来甲咱三个学习经节咱小等会学习啦当诗篇90篇是诗人以生命智慧，嘛是一个祈祷，表示讲伊伫年老的时阵，伊安怎甲上帝来对话啦伫这经节的内面有几项的重点，就是讲知影人的一生的岁月是真短暂的，无人讲即马咱逐个人健康啦，医疗真好，逐个拢长岁寿，但是伫主的内面，这拢是一个短短的年过。所以咱伫即个诗篇的诗人安尼讲，咱的岁月咱一生的年日的岁月，是因为上帝生气才短去呢。亚当甲夏娃还未犯罪进前迄毋免算家己的年岁呢。所以咱家己会算年岁，请会记得前提是咱人有限甲软弱。所以呢，伊讲新约的圣经讲啊清楚，伊讲岁月是上帝生气的下面缩短啦。本来都老长，毋知影艰苦，嘛毋知影病痛，嘛未老化，毋过上帝生气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伊讲，阮的生命亲像一声吐气，喘一个气，讲无安尼，这是诗人一个感受，你若讲叫囡仔来讲，伊讲哪有影，但是到年岁济，咱拢知影经历世间的日子，所以迄个时代，诗人伊咧讲人的寿命70岁，若勇壮通到80岁。可见讲今仔日咱所有在座，若是70岁以上的你拢趁着就对啦已经上帝已经稳准的日子啦，现出的日子，搁爱就较活出，搁较有品质，毋才有价值。敢若长就无效咧，长搁有品质，长搁受祝福所以诗人伊咧祈祷的中间，你讲人的一生是伫劳苦忧愁啦。可能有人讲嘛无影，我逐日嘛足快乐伊劳苦忧愁是咧知影讲，人伫面对即个无法度人预料的世界甲时间，有真侪事毋是你能掌握到的。咱过来学习诗篇90篇11节到12节，这是诗人的生命体悟啦伊讲自罪在你受气的关系，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在你的受气讲上知影你的关系，毋知影你的受气咧。伊表示讲，世间人若愚公无知啦，若家己自高啦，感觉讲我不可一世啦，世间的关系财米拢我的啦。诗人讲到底是怎知影你的上帝你的关系是你应该受敬畏而且感受到即个人的有限了后。即节圣经咱拢真熟，12节讲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表示讲，即个日子你若会晓算，你的日子是充实的，你是有意义的，你是有方向的，你是有目标的。你感觉讲真有实质的。若无呢，一个吐气都无去可能上帝生气的下面，人的日子过足紧。
啊，所以若是算日子是讲啊，像咱咧做兵的人讲咧算馒头啦吼，毋是迄个意思啊。伊是讲我用智慧的心来处理我每一日的过日的日子，啊，这是上帝所予咱的恩典。啊，所以世人的智慧是讲要伫人类有限的生命中间去体悟到生命之道，得到智慧，啊，过有价值，会当见证上帝的人生。表示讲，基督徒信仰。若是你会晓过智慧的人生，安尼即个信仰才伫你的心上产生功效。啊，若无你甲我共款，拢活伫即个时空的限制下面，咱拢伫上帝生气的下面啊，日子有限嘛。啊，所以呢，有一位出名的即个灵修家吼，是卢云吼，即卢云即个是神父吼。啊，伊写一本册叫做《甲岁月和好》啦，讲甲。我爱甲我的年岁好好就对，啊，伊说专门咧讲到年老的代志吼。啊，这本册呢，伊即个卢云吼，即个神父吼，啊，已经过身啊。伊这本册内底细本，啊，伊咧讲几项。伊讲，伊是通过这本册要甲即个长辈交流，讲要安怎用用较幽默的吼。咱拄则上年唱一条歌，就足幽默吼，咱拢会闹吼，啊，唱了感觉啊，伊。足快乐安尼吼，啊，用幽默的这个过程，用异乡甲温柔，将老化变成说是一条行光明的路。吼，一般人也听到老啊老化啊老花啊，哇，迄拢专门拢是咧负面的就对啦，拢感觉是累赘，毋是啦。你要安怎伫你安尼上帝互你迄个上界成熟？迄个上界人生的光辉的时刻，画出一条光明之路。啊，这也是真做咱长辈要真做信仰的模范一个要紧的事啦。所以每一位年老的，拢会让真做光明之子呢。吼，唔但会当彼此安尼讲拥抱，啊，佮接纳，嘛会当特别是将祝福带予下一代人。意思是你一生你伫职场。你伫社会，你的贡献已经有一段落啊嘛，吼，有影，咱无去占迄个位，但是你的人生的精华，咱人生所带来所看过的事，迄个理解甲明白，这个是无人会当换的。啊，所以你会当将这宝贵的体验、宝贵的信仰来传予下一代安尼。所以，这罗云讲吼，年老。是迈入这个光明之路的要紧的径路。伊讲，这年长的人活的，是为着要伫咱这人生有一破碎的生命的中间，甲咱讲什么是头，什么是尾。啊，咱伫少年的时代，伫壮年的时代，咱咧拍拼咧无用的中间，你有真多的路咧行的时阵。当有一个长辈，伊甲智慧互你的时阵，甲你点一个，甲你安尼表明一个，甲你讲一个体验，你会减行足侪冤枉路就对啦。啊，所以头甲尾差真多呢。啊，这罗云啊，伊就讲一个，一个伫印尼吼，这度假胜地叫做巴厘岛的一个故事。啊，古早时代吼，这个巴厘岛迄个所在还未观光的时代吼。生活毋是介好，啊，所以百姓吼会当活过日子就算足欢喜啊！啊，所以因吼伫一个足深山的山中啦，有一个足奇怪的习俗啦，就是吼到年老这个老人啦，袂阁贡献啊，吼，咱讲食用饭的吼，哇，都甲因献祭，你敢知？啊那，迄个时代还阁有咧食人的迄个习俗啦。讲甲老人献祭，啊，甲因食去安尼啦。啊，伊的习俗当然解说讲，安尼，互少年的吼，较毋免累赘，吼，啊，毋免拄着困难，吼，啊，年老啊，互伊去做仙，安尼就对啦。啊，毋过安尼吼，即个习俗，到有一天吼，我村里迄个老人拢无啊，拢无半个老人啦。啊，毋过一寡传统、一寡习俗嘛，拢消失去啊。后来吼，因准备要起一间，像咱礼拜堂即款的大型的集会场、大礼堂，哇！因就去山顶采足好的茶，吼，迄茶枯吼足水的茶，安尼拢准备好啊。
但是材料准备好煞，哇，袂晓看即块茶伊头尾啦，吼，即个头尾伊都爱有迄个架势，迄个起起来，迄个纹路，佮伊的韧性，什么是爱顶悬，什么是爱下面，若放毋对去吼，你起，亲像咧办公会安尼，即个风来就倒落去啊，哇，都造成大灾难，大家拢伫遐头疼，因为吼无人知啦，无人知影讲即个树吼，即树棵安怎桥，安怎徛安尼就对啦，大家头疼，无即间无起，大家要聚会都无所在安尼。后来，伊村的一个少年人，就答应。伊讲：恁若答应讲无爱去食老人啊，无爱甲老人献祭我就有办法通解决。伊甲伊因安尼，伊讲：我这头疼，真正安尼卖好啦，后摆咱卖甲老人起来献祭啦。原来这个少年家他入去深山一个山洞，甲伊阿公啦，甲迄老阿公藏伫遐，甲带出来。这老阿公伊较早捌参加过顶一代去迄间礼堂，迄个聚会所的经验，才甲伊指导讲即支茶的纹路安怎采，才会知，因为古早也无现代建筑嘛，嘛无迄个现在灌牛啊，啥拢无，拢用茶爱贴起来，一箍茶读去。做顶悬的牛你若无好势，规个割落来，凄惨啊呢！好佳在即个阿公，互伊带出来，来解决因的问题。而且知影讲，哎呀，阮较早拢是自私的啦，想讲我家己好就好，老人无路用，一声无即个老人甲咱帮衬咱连一间厝都起袂起来。这甲咱讲啥物？咱无共年龄的即个人生你有无共款的贡献？咱年长的，一面咱做40岁的人会晓看重这长辈资产，但是咱这长辈呢，咱若照拄则圣经甲咱讲，咱长辈家己爱有一种架势啊，你要有一种存在价值，互人讲哇，我无即个老袂使安尼，无即个老袂使前几日到咱俗即个敬老节到有看到一个笑话，我感觉讲这毋知有影无啦伊讲一个3代同堂的家庭啦，迄老爸做迄阿公就对，阿公足严肃的，所以逐项拢要管。因的孙讲想讲咱足爱饲一只狗啊，足古水的，饲一只狗啊安尼早暗拢会吵来吵去嘛，放尿啦，白走啦。迄阿公讲毋准甲我饲，甲咱只狗仔带转去咱庄骹，带遐伊后白走，毋茫跟我饲来安尼到无偌久即个囝甲孙就开会决定，讲好，咱要决定决定啥物呢？咱甲阿公带转去庄骹啦。毋知即个故事毋知有影无煞变做讲老大人有可能无适应少年囡仔。到尾囝儿煞甲4大人带转去庄骹，为着要甲只狗仔做伙啦。这拢是咱人生常常有可能拄到的事啦当保罗呢也同款，对当时年老的长辈做劝解呢。咱只讲提到是使徒保罗在传道顶面看做信仰，讲伊是真囝儿，表示讲毋是干那同工迄种亲尔，是亲甲亲像家己的囝，真囝是其中一位就是提多，另外一位什么人？另外一位就是提摩太。所以伫圣经内面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这3本，咱一般咧研究圣经的人，甲伊称作教牧书信啦。教牧书信就是讲一个安尼老前辈保罗，咧教伊的学生开始咧牧会的学生，就是提摩太甲提多讲，恁着安怎牧养你的会友。你要怎劝解你的会友？你要甲迄个信仰、甲圣经的真理，当足真实的传达互你的会友就对。所以叫做教牧书信。所以伊拢提到牧养的工作的问题安尼。所以保罗安尼讲，伊讲遐个合伫端正的教师的，你着讲伊。意思是讲牧者的
责任就是爱甲迄个端正圣经的教示讲互会友听。啊，所以牧师若无讲，啊是牧师失职啦。啊，毋过有时要讲吼，会友不一定会感觉快乐咧，伊直讲的吼，有时讲到我的缺点嘛，有讲我的不足嘛，吼啊讲到无欢喜的事，啊到底是你要互会友听好听，还是讲你要照端正的教示互会友知咧？哇，啊伊就伫遮摕着真少啊，但是伫遮有摕着。摕着讲，你爱甲安怎甲遮老人讲？伊讲呐，讲老人毋通爱食酒，哇！一个就讲到食酒的代志，吼，讲到端庄守纪，搁伫信、伫仁爱、伫吞忍，无毋顺传，吼。意思当年老啊，我无咧负责家庭的即个经济啊，但是你做长辈，有哪都爱有即款的即个好的模范就对啦，吼。啊，讲端庄守纪，伫信、仁爱、吞忍，拢顺传。啊，所以真侪人少年时代教育家己的即个官兵，啊，伊可能是做一个单位的首长，伊可能是有真侪好的事业工作，伫社会有地位。但是当你老的时阵呢，你的角色开始换哦，吼，你毋是发号施令的人啊，你是一个安怎成全你的下一代的人，哇！这人有时袂晓改呢，改袂过来。啊，这保罗讲，恁就爱有即款的顺传。啊，中间特别提起讲毋通食酒。奇怪，对着老人就是查甫的讲毋通食酒，啊，妇人人嘛讲呢。伊讲老妇人人就安尼行动举止就合伫敬虔，无伫诽谤，也无伫做酒的奴才，就用好甲是人。我读即条经在想，奇怪啊！古早时代吼，2000年前是安怎？查甫人甲查某人吼，拢毋通做酒的奴才，是毋？迄阵吼，迄个时代可能酒对当代的人影响诚大。啊，所以保罗即款的劝勉，2章1节到3节讲是针对年纪大的长辈啊，甲在年老的妇女啊，年纪大伫社会有地位啊，所以必须要留落好的信仰甲生活的模样。那好的信仰甲生活模样，有时咱会化作一种，咱一般咧讲唠叨就对啦。啊，咱咬咬念，一直讲一直念，啊，你这个敢是模样？无一定哦。有时吼，你的意思是好，啊，毋过囝儿听落是歹。啊，你免怎用这个美好的变化做模样来互你的少年人学？啊，这是真大的智慧就对啦。莫怪诗人家己上帝祈祷讲，主啊，你互我有智慧的心，我也要算家己的日子安尼。所以我拄仔讲，针对保罗对老年人的教导，特别讲到两个，包括男的甲女的长辈，拢讲毋通做酒的奴隶就对了。啊，我就感觉讲，最近有一寡资讯，感觉有真大的感受就对啦。兄弟姊妹，你甲想，足侪人讲啊，食青草的时阵，伫咧应酬的时阵，无酒不欢，对毋对？咱拢安尼讲嘛。但是咱若坦白甲想，莫讲牧师咧讲你哦，啊，爱啉酒的毋是牧师，毋是这意思。咱是先想法莫讲，酒伫你的人生的过程中间，是负面较大，还是正面较大？当中咱咧干一杯时阵是快乐，剩的拢是负面的。啊，而且吼，保罗迄个时代就已经看见着酒对人的影响，所以酒长期伫地中海演化，对文明嘛影响着哦。毋是干那讲生活人生的一个安尼食物那定，会影响文化足大呢。啊，佮最近呢，我接受着一个较属于医学上的发现啦吼。咱台湾有一个足出名的迄个医学博士，伫美国伫做研究。伊后来发表一篇论文，非常有分量就对啦。伊讲吼，咱亚洲人，特别是咱台湾人，真侪人有得到一种叫做酒精不耐症，酒精不耐症就对啦。你说啊，恁一杯也无问题，啊面红起来，哦，还真好。伊讲迄拢是酒精不耐症的，表示讲啉袂要紧，但是有的人就是袂堪的。啊，咱台湾上大，咱讲
进社会新闻也是电视看到就是酒驾、酒驾、酒驾。现在伊感觉讲，我都无代志，啊，就是车黑白弄，啊，弄死人佫毋知，迄叫做酒精不耐症。啊，所以这个学者吼，是一个基督徒，我有看到一篇伊的见证，伊讲足毋忙要转来台湾吼，推动这个政府都爱佫较严格去看见讲，你毋通你啉一杯无代志，因为迄个酒精你若身躯有迄种不耐症，讲可能咱台湾吼1/3的人啊是严重的，啊甚至到一半拢袂使啉酒，啉酒而且对后壁的整个病痛拢有关系就对了。啊，这个酒吼，伫欧洲的社会佫较大影响。啊，我听到一个信息，感觉讲哦，这若是安尼吼，对文明影响也足大呢。那这伫中世纪，伫欧洲的遐国家吼，有发生过一个足严重的传染病。迄毋是像咱今仔日的 SARS 吼，啊，也是讲咱啥禽流感，咱哋拄着一半个安尼损失，就感觉足惊。伊规个欧洲吼，1/3到一半的人口，因为迄个鸟鼠啊病就是黑死病、鼠疫啊，一个哦，拢失去性命。所以规个欧洲突然间吼，一段时间怎拢无人去安尼。啊，足侪文明吼，因为即款传染病无人会晓医，规个文明拢无去。足侪人研究讲，现在真侪古老的文明，是安怎突然间消失去？啊，迄厝起啊水甲啊无人是安怎？伊讲这拢甲当时传染病有关系。啊，所以迄个时阵呢，欧洲人想讲，哎呀，这个有人研究讲吼，会得到这个鸟鼠啊症吼，鼠疫甲黑死病，可能甲咱啉的水有关系。较早也无自来水，也无消毒啊。讲安尼吼，来啉酒。吼，啉酒就是经过蒸馏过嘛，啊，啉酒就较袂发生讲啉到歹的水去得病，啊，真正若是种偏方就对，啊，大家就开始流传啉酒，啊，啉，讲真正迄种病怎无搁发生呢？啊，所以欧洲有段时间吼，你看德国吼，啉米就是比啉水较济啊，啊，就是即个传统来。啊，毋过更较趣味就是讲。迄段时间中世纪黑暗时代，大家因为啉酒无着迄款怪病，啊，毋过吼，啉酒都天醉摇来摇去，安尼害头啊就对啦。啊，这些嘛毋是办法咧。所以讲有一段时间欧洲人吼，足无进展，迄叫做黑暗时代。听讲后来是安怎？后来有人传咖啡入来，传咖啡入来伫即个欧洲的社会。迄是对非洲出来，非洲传到阿拉伯，佮甲咖啡传到迄个伫欧洲的所在。遐个领导者知影讲，这咖啡会提神嘛，这个咖啡会感觉互你精神真好嘛。啊，所以慢慢推广吼，伊讲来，咱该啉咖啡，毋通啉酒。听讲啊，当然这是一寡历史学家的研究。后来欧洲人慢慢用咖啡来代替酒了后。才发生这个文艺复兴，才发生整个欧洲的文明的大发展。因为大家人也袂得天醉啊，大家啊，咖啡当然袂使上瘾就对啦吼。因为啉咖啡互因精神好，大家人会伫遐讨论，会当为着文明艺术开始发展。讲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个发展就对啦。讲兄弟姊妹，但是保罗特别提醒当时的老大人，表示讲，因为地中海出葡萄。啊，葡萄酒吼是安尼，现在酒上好的，啊，佮像麦啊、秘鲁，这嘛是拢伫迄个所在。啊，所以保罗就提醒讲，人毋通因为食酒，老大人包括负责人毋通做酒的路咧，来影响着下一代，啊，对下一代有歹的影响就对啦。啊，咱佫可毋免讲咱台湾酒驾的问题，真侪人吼，你甲伊讲伊发生代志，伊拢讲我无罪。啊，这问题伫倒？问题就是酒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酒嘛是诚侪少年人生活的模样会教导就对啦。所以有一位咱信仰的模范就是约书亚。咱会记得伫去年咱有做伙读约书亚记吼，有一个系列的讲道。咱中间有读到约书亚伊伫最后年老的时阵，伊的一个见证。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15节讲，
当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伫埃及所服侍的上帝拄起来服侍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伊讲：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约书亚是用伊一生的经历，包括一生伊所带来的名望，显示就是一个真伟大的见证就对啦。伊无因为讲我即阵已经毋是咧领导啊，我要交棒互别人啊，搁在你啊，毋是。伊讲若是照我所经历到的，伊是用这个故事啦。咱看24章是约书亚的预言甲威严甲即个宣告，伊用祖先蒙恩的故事来讲互因听，然后用感恩的故事做一个基本的调，然后伊用俄勒感谢主的救赎。哇，这拢是。人讲老大人，伊所有的就是故事嘛。这个故事是伊真实经历过，伊用故事互这12支派的代表，这长老来听，然后伊才用一句话来做结束。伊伫旷野所受到的操练嘛，讲互因听，大家受苦，大家犯罪拜偶像，上帝生气。所以约书亚亲自对摩西经历过生命的历练，所以伊讲决志一生要跟对主。毋是讲我凊彩想到的甲你苦劝尔，是讲我若是照我的经历，军队主才有永远的福气。所以伊讲轮到我甲我的家，阮的确要服侍耶和华。兄弟姊妹，这长辈真侪后辈这个约书亚真侪后辈的信仰的模范。所以最后牧师要鼓励咱在座这安尼优秀青少年阁活泼的这长辈。咱会当真侪富强教会一个上重要的资产，咱过丰盛的上年的人生就对了。咱的确捌伫报纸新闻，也是看到一本册，日本伫2015年的时阵，出现过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有时咱咧读这中文的时，会去误会讲日本人哪会讲这话遮无好听呢？日本话的意思有时甲中文无一定共意思就对啦有时我嘛毋捌日本话时误会讲这个字什么意思？看原文才知影讲毋是下流老人，毋是咧讲咱台湾咧讲不入流的下流来种肮脏，毋是啊。伊是咧讲人的寿命因为增长经济。你存的钱用无够啊！你年岁济啊，年若有时爱搁开销一寡照顾啦、病痛啦讲慢慢年岁济煞无够额，你较早存的钱无够，被逼做下流就对啦，就是中下阶层去啊。原来你生活足好过因为钱一直开一直少，变做中下阶层，迄叫做下流老人，也是讲下流老人你变做一个丧乡的高龄者。伊讲即个现象呢，咱台湾慢慢嘛会拄着可能现在慢慢的发生啊。第一，因咱退休低利率，你欠的钱想讲要生利息来生活已经无法度啊。咱讲较免讲，咱年金改革是咱遐尔大的抗争呢。讲我原来我的年金啊，我的利息啦，安尼我会当活到几岁？即马甲我切去啊，我只不得了，我活袂落啊，无怪因咧抗争嘛。这毋是国家条工要安尼，是真正无钱啊！大家人拢拄着啊！佫发现讲，咱的社会变迁啃老族出现啊！少年的若无法度人请养，也是讲无法度人照顾老人，所以变做爱靠老人来过日的。这毋是咧讲任何人这是咱社会不得已拄着的现象。所以家庭的经济拢去了，所以无怪爸母变做下流老人安尼啦。什么时阵会拄着？这个时机你有法度去预料无？有可能我拢会拄着啊！第一，我本来欠一条钱要我食到老，但是呢，突然间我煞都要付一笔高额医药费，因为我有生一个病。有时无法度带入去遐个高龄者咧看护的设施，有时你的囝有可能发生在瓦科里。嘛发生日本，这是日本的所在，讲到成年，就是讲到退休才离婚啦。有真多日本查甫人退休迄天拄着大灾难，你敢知？退休迄天伊
伊领了退休金，因太太随讲我要离婚，来一半财产互我，我要家己来生活，因为我无爱甲你做伙生活。哇，钱无啊，某嘛无啊，所以伫日本即个现象真多。啊，有诶是因为患着失智症，身边无通倚靠诶亲友安尼。啊，所以遮个情形，咱拢都爱好好避免。伊当你若无够额诶经济来支撑诶时阵，咱讲要诚做囝儿孙诶麻烦，更较困难。所以毋但是实质上诶、物质上、生活上诶照顾，而且你伫灵性上、伫信仰上。美国有一个男演员叫做约翰·巴里摩，伊讲一个人只要有所追求，就还无老啦。你若讲还佫有咧追求、有咧拍拼、有咧认真，伊讲。到有一天你后悔代替梦想，安尼就是老啊！我哎呀，偏若要早就好，哎，咪咧安尼就好。有时我也听到新闻讲吼，一个长辈吼，安尼无缘无故吼，我靠人家叫伊去投资啥货，我说一声所有的退休金拢无了了啊！顶几日仔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叫做吴敦啊，吴敦伫电视吼甲讲，阮囝吼。甲我骗12亿去啊！伊身躯无钱，较早是咧投资电影。所以这个代志拢有时你无注意发生咧，啊，佫何况讲你诈骗严重甲，足侪迄拢是高知识分子呢。啊，迄部长退休呢，啊，互迄个诈骗集团骗了。啊，所以这款情形，你要安怎来防治？这是足重要的事。各位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鼓励咱安怎真正活到老活足快乐。啊，有一个小小的笑话啦吼，讲有一个100岁的阿公，啊，大家咧甲庆祝，啊，伊就讲伊的感言就对吼。伊讲吼，哇，我吼会当有遐长岁寿吼，感谢上帝吼。啊，我75年前甲我的太太结婚吼，啊，我就甲我的太太呢做一个协约，讲若发生冤家，什么人毋对，啊，就爱去外口行5公里，安尼就对了。吼，送毋对，来去外口行。啊，毋过即个老阿伯啊讲吼，毋过吼，我75年来拢我咧行安尼啦，吼，安尼我咧行。啊，看起来安尼嘛袂歹，伊就是伊有咧行，才会健康安尼。啊，毋过遐个群众吼，都甲老阿伯讲，啊，毋过恁太太吼，哇，身材嘛足好，嘛佫足勇健，佫少年呢，吼，伊嘛袂歹呢。伊讲吼，我甲你讲第2个秘密，逐摆吼，若冤家我去行的时阵吼，伊拢对伫后壁咧偷看，看有走去公园坐无啦，有真正有行去5公里无？啊，所以我行5公里，伊嘛对我行5公里，所以伊嘛足健康安尼吼。兄弟姊妹，老大人迄款的乐观甲快乐，伊虽然人咧甲庆祝伊100岁，但是伊讲即款有点仔安尼闹气的话，毋过伊是咧表示讲翁仔某。迄种互相的冲突是有，但是因为大家彼此会当商量啦吼，到最后会成做一个好的结果。即摆有一个台湾的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孝道观就对。兄弟姊妹，你敢知影？现在足侪老大人，毋是你的囝儿咧有效，是即个社会制度咧有效，是即个教会通过真好的即个社区事工咧有效。佫较免讲，咱伫安养院。咱伫遐个老人公务，拢毋是咱的子孙的友好，所以你敢知影？啊，因为迄个阿扁总统哦，伊去做总统的时代哦，讲开始发，毋知2000啊3000吼，毋知2000啊3000的一个老人的迄个年金就对啦。我咧听广播吼，听人咧讲，吼，我看阿扁也上友好，伊讲阿扁啊，意思讲国家吼有该补贴一寡经费，好加再有遮所费，通互伊买一寡。安尼零用品，啊，无囝儿都无通互伊啊！啊，所以咱嘛知影讲，即个是个小故事，一个进前一个足出名的科学家，即个孙冠汉老先生吼，因为年老有失智症，啊，伊少年时代拢伫美国咧研究嘛，所以囝儿孙拢伫外国，啊，伊无伫身躯边，但是伊有真好所行，啊嘛是真优秀的一个科学家，真侪好学生就对。啊，咱知影伊迄个时代，伊捌拯救过一个出名的作家，叫做博洋。迄博洋因为白色恐怖，啊，互人掠去关伊，啊，伊就照顾伊，啊，人感觉讲伊足有正义感，啊，所以后来呢，伊年老啊，佫失智的时阵，伊的学生当作孝子、孝女咧甲照顾，
讲原来子女应该会做义务，说有这无血缘关系、有情义关系后辈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想讲这是偶然的事件，慢慢来进入到一个要紧的社会，就是老年化的时代。所以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出来唔是爱偷爱财爱灭无，我来是要予因有丰盛的生命。真正是安尼，咱来补足社会这款制度的变化。我有时听到咱上年这委员同工因有足好的一个理念。伊感觉讲吼，这长辈就像咱兜的士大人共款，所以咱爱安怎好款待因，互因爱来教会，互因感觉来教会生命有品质，安就是等于咱代替上帝照顾因啊，代替囝儿孙照顾因啊，安尼咱教会迄个充满着迄个温暖的气氛，就是在上帝爱来的一个原因。所以耶稣爱咱讲提供生命的册，生命的册是表示讲有真侪负面的，你爱去读去，安就对啦。所以孝道是带来应允的改变，咱不只是一个完善的政府的敬老制度，敬所有的老人，唔是亲生无血关系，咱拢较友好。所以咱营造一个孝道的环境，咱的教会伫这个老年化愈来愈侪，我相信咱的上年团契会一直增加，人数一直增加，这是咱社会现象。但是咱安怎教会大家做伙出力，互咱的长辈伊来到教会阵，咱做囝儿时阵阮是大人阮妈妈、阮爸爸伫教会，我安心啦，我会当伫外口好打拼，因为教会有一群人伫陪伴、伫照顾，这是咱上年真好的一个示范就对啦吼。所以意思是讲，把这个孝道扩大，唔讲这个阮兜的人我才要照顾，所有的长辈拢是咱的士大。伊讲安尼就事事行通，伫世间享受长寿寿。圣经甲咱应允对毋对？伊讲你着友好士大人，即嘛毋是干那友好你家己亲生的父母哦，你包括友好照顾遮的长辈，你就是带着迄个改变，迄个应允的改变就对。所以敬老就是敬上帝。耶稣讲伫至微细，做伫至微细中间就做你伫我，这是上帝所互咱一个提醒。小等下，我要请咱的上年同工来做一个介绍，看第影片。咱先来做祈祷，然后再来把时间来接续。主，我哋上帝感谢你，阮做时代的是上帝你的恩典，阮一生的年日有上帝你的祝福，所以阮也要祝福这长辈，因诚侪囝儿逝岁美好的模范，也互因所做的模范，互囝儿逝岁真大的学习。特别，阮的教会也要诚侪一个友好所有长辈的一个模范，长辈来到教会，因享受到迄个生命的充足丰富，也更加喜乐、更加平安。愿你赐福伫阮教会这些长辈的中间，互因伫家庭、伫社会、伫教会，拢蒙受恩典。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